今仔日是双十，总统蔡英文发表演说，强调讲，若要解决两岸意见无共的问题，就要透过平等对话，嘛表达讲，台湾的主权是绝对袂退让的立场。而且总统嘛甲在野党发声，都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，还有台湾的主权。而且台湾的前途都爱照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来行。CH47运输直升机吊挂历届双十典礼上大面的国旗飞过天顶，开始今年的双十典礼。今年的双十典礼以民主大联盟、世界加好友为主题，展现台湾加入国际社会的决心。去年我们送出的口罩是 Taiwan Can Help， 今年他们送来疫苗是友情的疫苗，这就是善的循环。我要在这里向国际社会承诺，台湾一定会在国际社会中做出贡献。不过，接落来讲到来自中国的威胁，总统蔡英文强调，两岸要解决分歧，需要平等的对话。我们善意不变，承诺不变，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。我们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。蔡英文嘛呼吁参加典礼的国民党、民众党、时代力量三位在野党的主席朱立伦、郭文泰等讲话表示，政党的政治有竞争，不过若牵涉到国家的尊严、甲人民的未来，都需要团结、约束死的坚持。永远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，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，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。奥运拍运选手组成的车队驶过总统府的头前，过去一年以来保护台湾的军警小医护人员等等，嘛来参大家见面，接受民众的感谢。都足欢喜的。我感觉是应该是差不多，参加的人家有较多咧。最后战机飞过总统府的天顶，来为今年的国庆大会做一个结尾。虽讲今年因为疫情也是有淡薄限制，也不过现场民众也是真热情，做伙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记者郭不君、陈国林台北报道。